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0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，民数记13章第1节到第2节，17节以后到第14章的第9节，马太福音第17章22节到2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抱怨。习惯抱怨的人永远都在抱怨，除非他的生命被改变。有些人看事情总是以负面的角度来看。前不久与教会的兄姐开玩笑，也算是一种训练吧，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有许多不同层面的看法，可以是健康的，也可以是很没有卫生的。教会不久之前办理园游会，那因为隔天教会也有整理的工作，通常在教会整理工作的时候，有兄姐都会提供手摇饮来慰劳大家的辛苦。因此在园游会卖饮料的兄姐呢，就决定留一桶饮料来给这个兄姐喝，就是为了这些忙碌的整理的兄姐来喝。我告诉同工，这个一件事情呢，从这饮料的事情上面呢，可以有几个不同的说法，我们来听听看。第一个呢是比较健康的，他说谢谢你特别为我们留下饮料。第二个是说这个拿出来的同工讲的没有卖完啦，请大家帮忙喝啦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是在帮你们喝掉，很辛苦。第四个，没卖完的让我们喝。那第五个呢，是最不健康的说法了。他说，怎么可以拿那个卖不出去的留下来给我们喝啊？后面这3类基本上就是属于很不健康的反应，好像自己喝得很勉强、很委屈的样子。这种就是一种抱怨的人生了。相信这样的人的生命是不喜乐的、不平安的，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可以从负面来看待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途中，并不是一帆风顺。他们不但有红海的阻挠，有埃及精锐部队的追赶，遇到没有食物可以吃，没有水可以喝，更有在地的人以及军队来抗衡。一次又一次的，他们在所遇见的困境当中持续的埋怨上帝，埋怨上帝的仆人摩西，甚至就连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以及哥哥亚伦，他们也心里起了嫉妒，对摩西、对上帝发出了不平之怨。今天的经文民数记第13章的记载，是上帝命令摩西派出12个探子，每一个支族派出1个，去迦南地去探路。经过了40天之后，探子回到以色列的群体当中，大部分的探子这样说。圣经的记载，巴兰旷野的底加斯把他们所看见的向摩西、亚伦和全以色列会众报告，同时把带回来的果子给大家看。他们告诉摩西，
我们侦查的那地方，发现那是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，这就是那地所产的果子。但是那地的居民很强悍，他们的城又大又坚固，还有我们在那里看见的巨人亚纳的后代。亚玛利人住在南边，赫人、耶布斯人和亚摩利人住在山区，迦南人住在地中海沿岸和约旦河边。加勒安抚那些埋怨摩西的人，说：我们现在应该上去占领那片地方，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征服它。可是跟加勒一起去的人都说：不，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他们，那里的人比我们强大。于是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散布有关那地不确实的报告。他们说那地出产还不够养活当地的人呢。我们所看见的每一个人都很高大。我们在那里甚至看见了巨人亚纳的后代。我们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的渺小。而在他们眼中，我们也的确是这样。他们并没有因为那地是充满着奶与蜜来感谢上帝，甚至他们却是心惊胆魄的自我矮化。这样的情形并不是此时才发生，上帝早已经知道以色列人会这样的下破蛋。出埃及记13章17节这样记载说：埃及王放以色列人走的时候，上帝没有带他们走非利士海边那条近路。上帝说：恐怕我的子民遇见战事而后悔，再回到埃及去。大部分吓破胆的探子们竟然吓到在群体当中说没有信心的话。32节的经文记载说，他们甚至还在人群当中散布不实的消息和报告。这种出卖国家的做法，到今日的台湾选举还是仍然出现。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是以抱怨的态度来影响众多无知的人民。我们看到民数记14章的经文提到，因为有人散播假消息，导致以色列人就开始埋怨起上帝了。圣经的经文这样说：以色列的全会众整夜悲叹哀嚎，他们埋怨摩西和亚伦说：我们宁愿死在埃及，或死在旷野。上主为什么领我们到那地方去？我们一定会被杀死，我们的妻儿一定会被掳去。我们回埃及去，不是更好吗？他们就彼此说：我们来选一个领袖，带我们回埃及去吧。埋怨通常代表着自己的害怕，也代表着自己的骄傲。有信心的人是懂得谦卑，懂得依靠上帝的恩典。就如同12位受差遣到迦南地去刺探的其中2位，约书亚以及迦勒，他们2个人同样的看到了迦南地的人高大强壮，但是他们却是非常有信心的这样说。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孚尼的儿子迦勒这2名探子，
悲伤的撕裂了衣服，对人民说：我们所侦查的那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土地。如果上主喜欢我们，他会领我们到那里，把那片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赐给我们。你们不要背叛上主，不要怕当地的居民，我们将轻易地征服他们。上主与我们同在，他已经击败了那一些保护他们的神明，所以你们不要害怕。耶稣基督再度的预言自己的死以及将来的复活。虽然有苦难，但耶稣基督还是选择坚持并担当起上帝的旨意，去面对死亡的威胁。可是学生们并没有信心，因此听到耶稣基督的预言之后呢，就非常的伤心，因为他们不知所措。当时的税吏也都在埋怨耶稣基督没有缴交圣殿税，但是这样要求其实是不合理的。但是耶稣为了要尽诸般的义，所以还是要彼得去缴税。他从哪里呢？他去湖里钓鱼，并且从第一只的鱼的嘴巴里面拿出了缴交税金的银子。其实缴不缴税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耶稣基督他缴税的钱并不是来自所谓的盈余，而是耶稣基督掌管的大自然而来的。这跟旧约出埃及当中的以色列一样，他们总是忘记了上帝是掌管大自然的，他们一直在埋怨。他们并且能够在上帝能够在没有的当中生出盼望，给以色列有玛拿以及鹌鹑肉可以吃。从马太福音17章24节到27节的经文来看，基督徒遇到困境，不要先伤心，不需先难过，更不要习惯埋怨，应当知道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是我们的帮助。只要用坚定的信心来依靠上帝，就必能够得救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诗篇63篇第1节到第8节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热切的寻求你，像一块干旱、焦渴、无水的田地。我切望你，渴慕你，求你让我在圣所朝见你，让我看见你的大能和你的荣耀。你永恒的爱比生命宝贵，因此我要颂赞你。我一生一世要感谢你，我要举起双手向你祷告。我的灵要饱享盛宴，我要向你唱欢乐的赞美诗。我躺在床上的时候纪念你，我整夜默想你，因为你时时帮助我。我在你的翅膀庇荫之下欢乐歌唱。我紧紧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位愿意感谢、归荣耀给主的好仆人，让我们不要习惯埋怨，喜欢责怪主的仆人以及上帝。求主你帮助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